各位觀眾，新地西沙嘅新盤 Sierra C 就喺今日，即係2025年嘅4月15號開出咗佢哋嘅第一張價單啦。當我睇翻呢個盤嘅一啲資料啦，真係令我非常之驚訝。呢個盤可以稱得上為近年少見嘅直升機盤啊！咪住，咩叫直升機盤呢？即係伏到黐線啊！第一個伏就係睇翻呢個新盤嘅規模啦。哇！撲你個街，全盤供應有9700伙，係啊，係接近1萬伙啊！我心諗呢個市況之下，就算話全港總供應係1萬伙都嫌多啦。李家鎮一個盤都有9000幾伙喎，個市點樣消化？人哋洪水橋匯都啊，喺正政府全力發展嘅北部都會區入邊，全港嘅資源都集中投放咗喺呢一區。匯都得嗰1025伙，都尚且要用7個月時間先至叫做賣到900幾個單位啊！你諗下，你9000幾伙係咪應該要用7年時間先賣得晒啊？嗱，當發展商賣唔晒啲貨，佢哋又想套現會點啊？咁咪每一張價單都減啲價咁咯。想買 Sierra C 嘅觀眾呢，我就想贈你一句：發展商要錢唔要貨，你一買咗就聽錯貨啦。但凡樓市下行呢，通常一啲隔涉而又大規模、供應又多嘅新盤呢，跌價就會跌得最急同埋最快、最誇張嘅。其實道理好簡單嘅啫，你個盤供應量大，3幾年後你想出貨咩？發展商啲貨尾好大機會都仲未賣得晒啊！到時大把人同你爭，發展商都同你爭埋一份，咁就變成人踩人噶啦。你可能話自住使驚咩？唔賣咪冇事咯。但係價一旦跌到黐線，你用9按上會3幾年後就會變負資產。呢個係第一個伏啊。第二個伏位呢，就係呢度嘅地理位置真係好鬼伏啊！嗱，我哋睇下 Google Map show 出嚟嘅位置啊，哇，頂你個肺，要行成45分鐘，差唔多成3.1公里先至可以行到去屯馬線嘅烏溪沙站喎。即係話你住喺呢度呢，外出點都一定要靠交通工具接駁噶啦。呢度呢，就得個3條巴士線287、581、582，同埋2條小巴專線807K 同埋807S 接駁鐵路站喎。但係巴士線嘅班次就非常之疏落，每30分鐘先至有班車嘅啫，仲要喺夜晚9點零10點鐘就收檔。而小巴線呢，而其中一條小巴線呢，仲要係朝早繁忙時間嘅特別路線嚟嘅啫。個盤呢就有9000幾伙，住滿呢可能有2-3萬人喺度喎。靠呢幾條巴士線同埋小巴線點頂啊？OK，你話揸車咩？車位全盤供應呢就得3000零個，即係話每3戶爭一個車位，到時車位就唔知真係要幾貴租啦。就算你俾得起租啊，都未必爭到個車位啦。好啦，退一萬步講，就算你租到你嘅車位啦，難道你一家幾口啊，全部人都有車牌，全部人都可以揸到你部車咩？另外，關於生活配套方面啦，住喺西沙嘅 Sierra C 餐飲同埋購物方面呢，就好依賴對面嘅高柏喎。買日常生活用品啊、食物啊，都係靠一間一田頂住嘅啫。餐飲方面啦，雖然都話有13間鋪頭啦，但係你睇一睇嗰啲名，什麼味千拉麵啊、Lele Chicken 啊、Pizza Express 啊，大家基本上都唔會成日食呢啲啩。比較貼地少少，日常都會食嘅餐廳，例如大快活、大家樂啊、譚仔啊、兩餸飯茶餐廳、車仔麵呢啲就一律欠奉啊。剪個靚頭髮、做個美容、補下習，全部都唔使旨意喺度做到啊。想買啲生活用品同埋食個日常便飯，都要等30分鐘巴士，又或者揸車先出到去啊。你又會唔會覺得煩咗少少呢？嗱，唔好唔記得啊，Sierra C 首張價單開賣嘅單位呢，都講緊係接近1萬蚊尺嘅。你出得起1萬蚊尺買層樓，有比較之下就有傷害啦。家陣大把位置更加優越、交通配套更加完善嘅市區或者大西北新盤任君選擇啦。點解你要揀 Sierra C 呢？最重要嘅一點就係近期中原地產嘅報導指出呢，2024年普通話拼音買家入市逾1.1萬宗啊，涉1300億，創歷史新高。嗱，即係話撐得住香港樓市咧，就係靠呢班大陸買家或者係新香港人嘅買家啦。呢班人咧同大陸有密切嘅聯繫嘅，佢哋肯定就會經常往返大陸啦。好明顯，馬鞍山對佢哋嚟講咧就唔係咁吸引嘅啫。相比起其他平過 Sierra C 嘅大西北新盤啦，例如匯都咁樣，人哋匯都搭10分鐘車咧就可以去到深圳灣口岸返大陸，佢哋住 Sierra C 咧分分鐘成個鐘都去唔到啊！所以呢個盤咧係完全吸引唔到大陸人同埋新香港人嘅買家，即係話市場對於呢個盤嘅需求咧又再低少少咯。需求失衡嘅情況之下，可想而知 Sierra C 嘅樓價咧就肯定會跌得比其他嘅新盤更急同埋更快噶啦。第三個伏咧就係發展商幫買家上車嘅方式咧，真係伏中之伏啊！嗱，今時今日呢個盤嘅發展商幫買家上會嘅 plan 咧，已經唔會再叫呼吸 plan 噶啦。因為過去好幾年靠呼吸 plan 上會買樓嗰啲人呢，好多都撲晒街，仲供得起嗰班呢，就慘變負資產，供唔起嗰啲就慘被收樓，間屋就變銀主盤啦。呼吸 plan 呢，就已經係中伏嘅代名詞，所以今次呢，發展商就醒目啦，佢哋呢，就叫漸進性供款啊，幾好聽啊，唔錯啊。但係講到尾，唯有係嗰啲先甜後苦 plan 咯。我明白對於部分夢想係上車做業主而本身又冇能力上到車嘅香港人呢，呢啲 plan 可以幫佢哋圓到業主夢，聽落係相當吸引嘅。以前樓市坐火箭
飆升嗰陣呢，都可以搏下，先上車平供幾年，等幾年之後樓市有一定升幅之後呢，再賣翻層樓出去，咁就賺升幅之餘，仲賺埋住，兼且過埋業主癮添。但係今時今日呢，就冇呢支歌仔唱啦。今日明顯呢，就係樓市3幾年內都冇運行，裝埋呢啲咁嘅 plan 同提早申請破產呢，真係冇乜分別嘅啫。大家真係唔好貪一時之快，諗住有得做業主就用埋呢啲咁嘅死人先甜後苦 plan，狗衝入市啦。各位記住量力而為啦。嗱，第4個伏咧就根據香港01嘅報道啦，Sierra 咧每尺嘅樓面地價咧就只係4245蚊嘅啫，我就當佢加埋3-4千蚊尺嘅建築成本啦，即係麵粉價咧大概都係8000蚊到嘅啫。而家佢就賣緊差唔多1萬蚊一尺，喺呢個下行嘅市況之下咧，大家咧可以預期發展商好大機會咧就為咗去貨就會越賣越平啊，甚至平過8000蚊尺都有呢個機會添啊。點解啊？發展商要錢唔要貨啊嘛，冇錢佢又點樣去投資北部都會區呢？唔好唔記得人哋簽咗意向書噶嘛，要投地要發展，錢從何來啊？咪賣樓套現咯。總括嚟講呢，呢個盤就一個字講晒嘅啫，就係伏啊！仲要係直升機級數嘅啫，伏啊！如果你睇完呢條片呢，都仲想狗衝入市買呢個伏盤嘅話呢，我就唯有同你講句祝你好運啦。好啦，呢條片就去到呢度，麻煩大家幫手免費訂閱呢個頻道。中意呢條片嘅話，都記得俾個 like 我啦，兼且 share 埋呢條片俾想入市買 CYC 嘅朋友睇，咁就最好啦。下條片再見，拜拜。